来是有一阵新住民新妇拍影片，表达对蔡总统的支持。南投这阵东南亚的新住民拍一部影片，是因伫个地方那满地那用真认真的台语来学了蔡总统。讲进前，总统有来因家，嘛甲因共款递过礼啊、挂手手啊，甲因做伙来满地，非常的亲切。因讲因来台湾10多年咯，感觉这几年来政府对农民有较照顾，所以才要拍影片，要甲总统斗相听。第日头下，伫个地方内一面开讲一面工作，因拢是来自东南亚国家的新住民，因的台语真认真。哦，选举则拜托大家嘿，选系蔡英文嘿，安尼哈，安尼改啊支持蔡英文嘿，麻烦大家嘿，好嘛？好。大家称赞蔡总统这段充满乡土味的宣传影片，不是出自民进党或总统府，是南投当地新住民交流协会动员新住民的姊妹啊来帮蔡英文邮票。因为他有来茶园参观过，我就觉得他很亲民。很亲民，对，钱也选给他，现在我感觉是再给他做4年，因为时间不够了，因为做4年不够。不错啊。不错，嘛伊对我家新住民哈，嘛真照顾。这新住民过来台湾，上少拢有10档以上啊，因早就已经把台湾当作是家己的家，即届家己站出来，要以台湾新妇的身份支持心目中的总统人选。